各位兄弟姊妹平安，感谢上帝，咱仍然伫这个梦顶，伫主的日子相合见面。咱靠着主的恩典，靠着圣灵的力量，靠着上帝的同在，来举行这个崇拜会。所传讲的信息，也是靠着圣灵的帮助，感动咱，光照咱，互咱得到力量，因着神的话语的鼓励，互咱的信心增加，互咱对神搁较大、搁较深入的认识，互咱的生活着靠主的恩典来荣耀上帝的名。咱虽然这3年来伫这个疫情的时阵，拄着各款的困难，咱感谢上帝的恩典，伊供应咱一切需要，伫物质上，还有伫心灵顶面。可能有的人伫病痛当中非常的艰苦信心活到最低的程度，但是伫困难当中，上帝的同在，佮行神力奇事，互咱信心增加。感谢主的恩典，伫在经历属灵的经历当中，咱体会到神的同在、神的恩典、神的引带，愿一切荣耀归托神。咱三合额头祈祷，亲爱的主啊，多谢你，互阮这3年来，伫疫情当中有主甲阮同在，并且供给阮伫肉体顶面、交属灵顶面的需要，正亲像这以利亚一样，按时供给阮一切的需要伫早晚来雕琢这乌鸦来加饼、加肉来供应阮一切身体的需要、甲属灵的需要。阮感谢你，亲爱的天父，阮将下面的时间恭敬交托你。阮来为着怀伫病痛当中的人、困难当中的人来祈祷，求上帝的灵亲自安慰因，互因知影神甲因同在，是因伫困难当中随时的帮助，并且互因相信神是全能的神，伊会控制一切，伊坐着为王，直到永永远远。阮感谢你，阮将下面的时间恭敬交托你，求主来带领阮，祈祷奉耶稣的名，阿门。哈利路亚！神的百姓，让我们来赞美主。在你没有难缠。
各位的兄弟姊妹平安。咱今仔日来到主的圣日，三脚来敬拜主，听主的话语。愿圣灵做工伫咱的当中，感动咱心灵内面，光照咱的内心，伫啥物所在会亏欠，会靠着主的恩典，圣灵的带领，互咱知影家己的软弱。来靠主的力量来得胜。咱伫今年的开始啊，咱所传讲的信息，拢无离开一本册，圣经当中的一本册，就是《使徒行传》。《使徒行传》是讲啥物呢？是讲到圣灵降临教会开始的建立。要福音福音的传播的家庭所拄着的一件代志，咱拢知影，伫即几个月内面所听到的信息啊，拢知影，对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二章的开始啊，你知影五旬节，圣灵降临伫耶路撒冷。使徒被圣灵的感动充满，讲方言有能力来传讲福音、传讲信息，并且行了真侪神力奇事。所以咱就看见福音怎样会兴旺，真侪人信主教会真大复兴，真大兴旺。信主的人逐日拢增加，但是呢，无偌久又拄着教会受逼迫，又怀犹太教交政府会会逼迫，然后呢，门徒就分散到逐个所在去，那么。当咱每一摆读到即个使徒行传每一章的时节啊，咱安尼讲落去安尼读落去，咱发现这福音发展的方向啊，是按照主耶稣伫使徒行传第一章第8节一搭所讲的，伊讲，但是圣灵降临伫恁的身上。恁就的确要得到能力，并且伫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要做我的见证。伫使徒甲门徒一段福音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咱发现有几件代志，均得着在传福音的人，就是使徒。叫做基督徒头一项是啥物呢？就是圣灵的带领甲感动。圣灵要带领因到啥物所在传福音，向啥物人传福音拢有圣灵清楚的带领。第二项呢，怀传道的人有圣灵的充满真勇敢的去传福音。甚至无惊这个权势这个权柄这个犹太教领袖的逼迫，真勇敢的继续传福音，甚至牺牲了因的生命，为道来牺牲，叫做顺道所以看起因真勇敢的来传福音。第三项呢？就是在传道者咧讲道时阵，有圣灵的充满，满有力量，并且呢有神力奇怪的代志真奇妙的代志发生，伴随着因因为有这三项代志均得着在传福音的人因此呢，福音的事工是无停的发展，所到的所在，真侪人信主
为来荣耀上帝的名，结出了非常好的效果，结出真侪信主的果子。所以今仔日咱要传讲的题目呢，就是讲到信力是可信的嘛。藉着在门徒传福音，伴随着信力基础，军队着因咱有个人就问：到底信力是可信的吗？是毋是实在有发生过吗？咱今仔日咧藉着使徒彼得伫咧传福音的过程当中行了2件信力，就是记载伫使徒行传第9章第32节到40节43节这个所在。咱头先呢讲到伫这段经文彼得行头一个信力，就是医好了一个人，叫做一个信徒，叫做以尼雅8年的关税瘫痪病，就是袂行路袂转动袂行路无行动行倒咧床咧8年的时间。圣经是安尼记载这段经文，使徒行传第9章32节安尼讲：彼得周流四方的时节，也到了徛起伫履带的这圣徒迄个所在，拄着一个人的名叫做以尼雅 Aeneas 伊拄着即款的病，叫做瘫痪病，就是规身袂转动、袂行路、袂行动，叫做 paralyzed 的人。伊倒伫床顶8年伫腋咧，意思就是当时困的所在，倒伫床咧。所以彼得对伊讲伊讲以尼雅耶稣基督医好了你咯，起来收拾你的物件，收拾你的床英文叫做 bed 你的床坎铺伫床的迄个就是你困的所在。伊讲彼得讲以尼雅耶稣基督医好你咯，你起来收拾你的床，收拾你的腋所以伊就立刻起来了。凡徛伫履带甲3轮的人拢看起了伊，就归顺了主。归顺了主就是相信了主耶稣，所以伊会救主了。伫即段经文咱讲到彼得伊讲四处去逐个所在周游四方的时节周游四方就是传福音对耶路撒冷向顶骹伫咧传播。大概即几个所在就是伫犹太除了耶路撒冷以外，还有犹太全地加利利撒玛利亚北京的教会去遐传福音。创什么代志呢？除了传福音以外，去探望遐信徒，去教导遐信徒，正亲像主耶稣所讲的说恁着去，互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爸囝的圣灵的名甲因受浸凡我所教示恁的，拢着教示因来遵守，我就要甲恁同在，直到世界末了。所以彼得伊去迄几个所在
周流释放的时阵啊，就行遍了迄个所在，犹太、撒玛利亚、加利利，迄几个所在去做工作时阵，拄着一个人叫做李达，有一个信徒李达的信徒到底是怎样来可能就是这个所在就是离迄个耶路撒冷向西北行，你去到这个约帕迄个所在的半路进军约帕迄个所在大概40公里的距离伊就伫迄个所在离达迄个所在，有一家信徒伫遐。所以信徒到底是上传信主的，可能有的就是受逼迫，耶路撒冷受逼迫的时阵因就分散到迄个所在，也有可能就是非利向伫曠野咧向一个官员伊托比亚的即个官员咧管财政的向因传福音。以后呢，伊佫向迄个区域传福音，所以有一家信主的人就成立教会，所以迄搭有一家基督徒。所以彼得来到迄个吕大的信徒遐，就拄着一个圣徒的名，叫做啥物呢？叫做以尼亚。这个信徒，伊半边8年啦，都曾袂行路，瘫痪，袂行路。所以彼得就向伊行神力奇事所以伫遮互咱看起一项属灵的代志。这个病人是较咱代表世间人拄着属灵的病痛，就是有迄个罪的捆绑，无法通脱离这个罪的捆绑。有罪就带来死亡。那伊伫8年的时间，遮长的时间，无可能好咯。咱世间人也是靠着家己，靠着人的方法，也无法通拯救咱家己。当伊听到主耶稣的叫你好起来的时阵听到声音，伊也是有迄个信心，然后伊就法通好起来了。所以咱有人向咱传福音，还是无传福到迄个所在的人有人去遐传福音，听到主耶稣的名的时阵，伊若是相信，伊就得救。咱亲像这个病人伊以尼听到说耶稣基督要医好你咯，耶稣要拯救你咯，那伊心内就立刻产生了迄个信心，来接受了主耶稣，伊就好起来。所以咱若未信主咱听到主耶稣的名，咱接受伊伫咱的心内伊代替咱会做受刑罚，相信的人就得救。咱若是听到这个信息，咱也赶紧相信，有信心，咱也是得到救正亲像这个人得到医治灵，也是得到帮助真大。所以这是互咱一个真好的教训所以凡若是传耶稣基督的名的人耶稣的名是一款的权柄，一款的力量，伊就是代表拯救。因为耶稣是上帝所差派伊来拯救世间人的。人要得救是啥物？就需要相信伊，有相信就有行动。正亲像这个病人8年听到耶稣，伊就相信，伊行动是啥物？紧紧起来得行起来行路。所以有信心有行动，伊就立刻站起来了那伊行了这个神力有啥物目的呢？毋但要叫这个人增加伊的信心，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叫看见的人，叫听起这个见证的人拢信了耶稣基督做因的救主所以圣经伫罗马节伫这个35节迄个所在讲，凡那徛伫
李代甲沙伦的人，拢看见了这个被医好的人啊，拢信服了主啊，归信了主，就是信了耶稣基督。所以行神力，这个最最重要的就是要互人信主耶稣做伊的救主，毋是荣耀家己，还是荣耀主的名。所以行神力技术的目的是来见证，看见人因着信主耶稣会改变，然后叫别人也是有法人改变，因为信了主耶稣基督。所以伫当时新约的圣经也阁未写完成的时阵，在传福音的人啊，常常有这个神力技术跟缀着因。那当人听到因的信息，阁加上行神力技术的时阵，因的信心就增加。因为行神力毋是出于人，乃是出于上帝。所以上帝互神力来做成是神的行动。所以人因着看到这个神力技术，相信了福音，就是相信了主耶稣基督，就得救了。所以迄看见的人啊，就归服了主耶稣基督啊。所以咱感谢主的恩典。当然，上帝也是伫别个所在，比如说无圣经的人，有时走去非洲，还是偏僻的所在因无圣经，因迄传福音的人真常是啥物啊？有神力跟缀着伊。我听到最初期伫中国大陆福音传教的时阵伫遐偏远的所在，或者文化较低的所在因为无圣经，毋捌理，无文理，所以伊就借着人传福音介绍耶稣的时阵，并且有的破病的人，因奉耶稣的名祈祷，为病人好去。因为听到传福音的人，佫看见这神力技术，所以因也是愿意接受耶稣做因的救主。所以神力技术为着要叫人就信服耶稣基督做伊的救主，所以这是真重要的。这是头一个神力头一个神力，8年瘫痪的人好起来。第二个神力是啥物呢？彼得伫这个所在就是伫这个约帕这个所在，约帕这个所在呢，行这个神力技术，叫西人国外的所在，这个神力。来第9章第36节到43节，圣经是安尼讲：伫约帕有一个女信徒，名叫做大比达，希尼就是希腊文的话意思就是叫做多加 Dorcas， 多加的意思就是羚羊的意思这个人圣经讲伊公行善事多施救济，意思就是说伊做好代帮助人。37，当时伊患了病而死去，有人将伊身躯洗了，就停伫楼顶。离达这个所在，原来离开约帕真近门徒听见彼得伫遐的时阵，就找2个人去见伊就求彼得讲：赶紧到阮遐去吧，毋通耽延赶紧去第39节，彼得就起身甲因相甲去，到了，便有人带伊去楼顶众寡妇拢徛伫彼得的边头咧哭替多加抑佫活的时阵甲因做的衫裤
这个内衣外衣互伊看，意思就是这个道家怎样真有听信帮助人互伊见证。彼得第40节，彼得就叫因拢出去，叫因离开房间，伊就跪落来祈祷，祈祷了咯，就转身对着死人讲：大彼得起来！大彼得就提开目睭，看见了彼得，就坐起来，彼得就双手扶伊起来，叫证人叫证圣徒甲妇人人拢入去迄间房间咧，就将刀家就是大彼得的另外一个名，就活活的交托因这项代志传遍了约帕迄个所在。就有真侪人信了主此后彼得伫约帕这个写批种西文会出来点了真侪日，所以这是彼得行第2个这个信念所以这个约帕就是离耶路撒冷大约有20公里的一个海港离开这个离大就是真近20公里大概嘛离到加顺西地某一个地点，这个所在也是属于犹太所管的地。那么这个大彼得伊是这个名就是罗格斯的意思是希腊文意思就是羊羚羊是母的羚羊的意思那么这个人伊信主了后伊有好的行为圣经形容伊讲行善事，做真侪好的代志，多施救济，看起贫苦的人，伊就伫物质上、金钱上来帮助因所以伊就伫迄个所在有好的名声圣经讲过，伊毋好死咯。这互咱想到世间人有一个定律人按照定命，人拢有一摆死，死后还有一个审判。所以讲人拢有一摆死，意思就是无论你是好人是歹人，是行善事的人，还是兼涉无行善事的人，只顾家己的人，无论什么款的人拢有一摆死好人也是会死但是你若无主耶稣，虽然死了，你将来的灵魂也是永远会受苦。有了主耶稣的虽然死了，就得到荣耀，得到永生，来感谢上帝。所以咱信主的人，伫世上尽管行好事有机会行善就行善有机会人帮助人就帮助人因为咱伫地顶所做的善事，上帝拢记咧将来咱得到赏赐若无信主的人，无论你是有钱无钱，有地位无地位，人拢有一摆死，死了还有一个审判。因为咱心中无主无迄个永生，因为信主的人，耶稣替因的罪来钉死十字架顶受刑罚。信主的人，伊的罪就得到赦免因为有人代替伊的罪受刑罚，辛苦耶稣得救所以伫遮按照当时的习惯犹太人的习惯一个人死了后，该洗身躯，以后呢就甲伊抹香膏，然后甲埋葬埋葬。但是伫耶路撒冷伊死一日的时阵就甲埋葬了。但是这个所在约帕这个所在是较远的这个所在，所以因可以2-3日，有可能停咧2-3日。圣经讲，在信徒将迄个死去的刀家，甲伊
甲你洗了后，就刻咧二楼，刻几日啊？伊是要等到彼得来，因为彼得伫迄个驴道行了一个神力，叫判变8年的人好起来。所以信徒听去咯，伊若找人去到迄个所在，找2个人去叫彼得来，赶紧着来，因为阮遮有一个信徒真听主的信徒过身你来行神力，互伊活起来吧。所以就将迄个死人徛伫楼顶，听候彼得会来到，来行神力，叫伊发人对死来讲话。所以就将彼得带来，到2楼的时阵伊就叫人还出去，伫遐咧吼的人出去，彼得就到楼顶的时阵，伊随跪落来向神来祈祷。为什么向神祈祷呢？因为行神力技术，毋是出于人的，人无迄款的权柄甲力量。行神力就是神的行动，神的权能伫咧行动，所以叫一个死人搁活是在乎神，所以伊活靠神，所以伊来到遮就跪落来祈祷，祈祷了后，伊就向这个死人讲啥物意思？大彼得讲大彼得所以咱看圣经说大彼得起来伊就目睭天开了看见彼得就坐起来。所以彼得有可能行这个神力是靠神的能力，伊一个发声的时阵，大彼得起来，所以伊就目睭天开就起来。所以彼得就扶伊起来就叫证人入去，还寡妇了，甲证人入去房间咧，就将这个死了搁活的刀甲活的交托引。那么这项代志了后，就断片了约帕迄个所在有真圣经形容说有真侪人信了主，有真侪人信了主。行神力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叫人信福音，信服传道的人所传讲的信息是出于神的。所以因若佫看起神力的技术，也是这个权能，也是对上帝而来的。所以因就真侪人，因着神力，因着传福音，真侪人来信了耶稣基督。所以伊会求助，所以这是互咱一个真大的真大的信息，咱感谢主的恩典。那么，这互咱几个提醒甲属灵的教训。当彼得到了迄个所在去的时阵看到全个妇人人寡妇伫遐咧哭的时阵无机会人好好来安慰，无一个安静的环境来伫遐来祈祷，所以彼得就叫因出去，伊就跪伫神的面头前来祈祷，因为伊知影同死人国活的这个神力，毋是出于家己，乃是出于神对神而来的。所以信耶稣的人伫世上死人会怎样呢？当主耶稣第二次降临的时阵，就有听到声音出来，快死去的人当主耶稣第二次降临的时阵在死去的人听到个声音，个天使中的声音，个有奔好的声音，迄人困了的人就复活起来了。以后呢，在第二次降临的时阵，抑个活的时阵，迄人身体会改变，也是会升天皮体到空中，甲主三都，交迄信徒，各位信徒联合做一个，个活。所以伫即个所在咱看见即个彼得祈祷了后，就向即个罗加斯大彼得来发。说大彼得起来，
达比达就安尼起来。当然伊无听到伊的声音伊死咯。当然，但是这个彼得伊咧发的时阵起来是带着上帝的权柄甲命令，叫死的人佫起来复活起来。所以当主耶稣佫再来的时阵，咱若听到主的声音，死的人、困的人佫复活起来，带来了永远的生命，因为佫活起来，无佫再死咯。咱跩抑佫活咧时阵，主耶稣佫来，咱会改变，也是被提永永活咧。这是带互世间人，特别是信主的人，一个最得当的盼望。所以咱毋免惊这个肉体会死，因为有一日这个肉体佫活，咱灵魂的得救就是永远的得救咯。来感谢主，带互咱人的这个永远的盼望。所以伫即两个神力奇事发生的时阵，有人就问：到底圣经内面所记载的这些神力是可信的吗？是值得人相信的吗？你相信神力，第头一点最咧重要的，咱就相信什么？相信上帝是创造天地万物的创造者，并且伫伊的手顶控制了这些被创造的。因为上帝无有一件难成的代志，咱英文咧头尾讲 ，Nothing is impossible with God。圣经也是安尼讲，创世纪第18章第14节，耶和华减有难成的代志吗？到了日期下年的这个时节，我的确要来到你这个所在，撒拉的确要生一个囝，这个神力是啥物啊？是向向亚伯拉罕甲伊的太太撒拉所讲的，因为伊的太太已经是90岁了，亚伯拉罕已经是99岁了，到这个时节也无家己生的囝，所以上帝才着天使甲讲，下年你要生一个囝。因真摇旗看有种个代志咧暗暗咧笑，所以天使就讲伊说耶和华减有难成的代志吗？下年的今仔日你就要有一个囝咯。所以即句话也甲咱讲，是伫耶和华上帝减有难成的代志吗？伊也利未书32章第17节安尼讲：主耶和华，你曾经用你的大能，叫撑出来的手臂创造了天地，伫你无有一件难成的代志。伫上帝无一项是伊难成功的代志。27节佫讲：我耶和华上帝讲，是凡有血气者的神，减有我有难成的代志吗？所以伫上帝无一项难成的代志。那么咱要讲，什么叫做神力？有公义，叫写意有括意较公括的意义，又叫较微细的意义。较广大的意义是啥物啊？就是神力，就是神的作为简单的讲，神力就是神的作为。英文是讲 the act of God。当上帝咧行动的时阵伊就出现了。上帝说要有就有，要成立就成立，要有光就有了光，要有天要有地，伊一句话讲出来就成功了。要月亮，要有太阳，到跩星。要有树，要有跩河流，要有山，伊就安尼成功了。伊就做出各款的世界宇宙万物连人、连动物、连植物，各款的物质的世界。所以
神力就是神的作为。那么伊伫搭分做两款的头一个作为呢，就是神创造天地了后，就将迄个自然律 （natural law） 来用这个自然律来管理宇宙万物的世界、物质世界。伊用这个自然律 （natural law） 来管理所物质的世界。第二项，神用这个属灵的规律来管理属灵的代志。有物质的，有属灵的，上帝行神力伫这个物质上的，叫属灵上的两项。自然律是啥物呢？当天地创造万物的时阵，是物质的物件，伊就将迄个定律自然律就放伫伊所创造的物件。譬如说，天顶的遮星球譬如说太阳系。太阳系有啥物呢？有水星、金星、地球、火星、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这8个。顶摆是9粒念月球算做一个叫做9行星，但是后来科学家说，这个月亮无算在内，因为伊毋是正顺着迄个太阳，伊是为着迄个地球来设的遮个有定律遮星形成画三钟古早到现在偌侪年了，几千万年的时间了，遮星画三钟月亮为着地球恁一年就是啥物一个月地球为着这个太阳日头为一年就是一年逐年拢是安尼的遮星球也是安尼。上帝佫做自然界有春夏秋冬伫这春夏秋冬，伫时开花结果，伫时出来不出来，伫时要落雪有冬天，四季分明。什么季节有果子有啥物青菜，有啥物食物五谷，上帝按时间来互伊算安尼。继续逐年拢是安尼照这个规矩遮规律安尼。咱看习惯咱就称呼说自然界。自然界是啥物咱若无，咱人若违反这个自然界就袂活咯。比如说，咱人应该着呼吸，伊说我无要呼吸我要半点钟毋呼吸，你半点钟毋呼吸，你就违反这个自然界。那么你就会死咯，因为你无空气，你就死咯。干哪这违反这个自然律但是上帝有法能 intervene 这个自然的律，因着这个自然律譬如说，一个人死咯，死去了，这个自然律到老就会死，半病就会死去。但是上帝来违反，因为上帝创造天地万物伊也有法能违反迄个自然律，譬如说用水变做酒，伫这个水变做酒有一个时间通来发酵但是耶稣讲，你将水变落去甕内面舀出来，随舀出来就变做酒咯。所以上帝创造天地万物，这个自然律伊也是有迄个权力，无所不能的nothing is impossible， 有咧违反迄个自然律。当门徒甲耶稣伫这个船顶拄着大风浪，这个船咧要沉落去，耶稣一下醒来命令风停咯，浪静了吧，风浪就静止了。那么这个自然律但是主耶稣行神力就违反迄个自然律，因为上帝造这个天地万物打做叫怀破病的人好起来。摆开会行路，死人搁再活起来，行出来神力技术。还佫另外一个律叫做啥物叫做属灵的律人若无照着属灵的律人就明白神，接受主耶稣才有永生。这个是自然律比如说信主的人有永生，无信主的人就得袂到永生。上帝收起上帝伊的神顶。
这个是自然律，人拢有一摆死，死后也有一个审判，这个也是自然律，人拢有一摆死，这个自然律，但是人若无信了主耶稣，人受审判就会死，按照定命，人有一摆死，即款的死就是违反了咱的始祖亚当，因为犯罪无顺服上帝啊，来违反了神的律法伊食了迄个禁止的果子，伊就死了，所以违反上帝旨意就会死，就是灭亡咯。但是要恢复上帝，叫上帝和好，就是借着主耶稣的拯救。那么即款呢，就是属灵的律咯。所以圣经讲，除了伊以外，耶稣以外无别个拯救，因为伫天下人间无有赐落别个名，通看到得救咯。也佫讲到神疼世间人，甚至将伊的独生囝赐予伊，凡那信伊的人，无至到灭亡，反倒得永生。这个是属灵的定律，生理的属灵的规律，所以人若照着这属灵的规律，就有永生，就叫神和好咯。那么人就这个属灵的，会按照这个属灵的旨意叫目的，伊就会得到永生，叫神和好。这就是属灵的规律啦。所以感谢上帝恩典，伫这个新约的时代，咱看到真侪神力奇事，因为着要叫人相信福音，叫人来得救，伊就用福音来伴随着这个神力奇事，人对上帝的话语，甲伊的行动，就搁较有信心，就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所以咱看每一摆神力的以后，就看到门徒这是啥物人啊？连方甲拢听从了耶稣啊！这个就是从耶稣借着神力奇事，互信徒互伊的门徒，搁较相信耶稣是对神遐来的。耶稣对死来个活来证明伊是神的囝。耶稣行神力奇事，互摆骹行路市民会看去，抬高会好起来，真侪种神力奇事，死人个活起来，来证明耶稣就是弥赛亚，是上帝叫伊来的。所以伊就行这个神力奇事来 confirm 耶稣就是弥赛亚。行神力奇事来 confirm 12个门徒是上帝来应允，互伊有这个属灵的权柄。因传的福音是是对神来的，伊行的神力是对神来的。所以神力就是为着要叫人得救，来荣耀上帝的名。所以你相信神力吗？我相信。你呢？你是毋是相信呢？你一定得相信，因为这是实在的。神袂欺骗人的，因为上帝是无所不能的。哪有一项是上帝难成的代志呢？咱三甲额头祈祷。亲爱的主啊，阮感谢你，借着今仔日的信息，阮知影上帝伫旧约甲新约行了真侪的神力奇事。乃是叫阮相信，上帝是全能者，伫伊是无所不能的。当伊要行了伊的旨意，要行了按照你的旨意，甲你的目的的时阵，你就借着神力奇事来叫人对你的仆人甲伊所传讲的信息搁较有信心，就是接受耶稣做因的救主，搁较侪人因着福音，因着神力奇事来接受耶稣做因的救主。阮感谢你，今仔日阮虽然信主了，也是地顶会拄着一件困难的代志，阮来靠着祈祷，靠着信心，有可能神力按照上帝的旨意来成就，
你要成就的神力奇事伫阮的心中。所以阮看见伫兄弟姊妹当中有一个人啊破病无可能啊，医生也无可能，但是借着兄弟姊妹同心的祈祷、信心的祈祷，叫即位兄弟、叫即位姊妹、叫信主的人，我能恢复起来。阮感谢主，这就是神力奇事。其实阮每一日所过的日子、所过的生活，到当阮目睭向天观看的时阵，看到上帝所做的这万物，我就知影神是大有权柄，神是对创造天地万物就行出神力奇事。当阮人将这看做真平常的时阵，阮就当作是一款的自然界会发生。但是这拢是上帝的手伫遐咧做工，伫遐咧掌管着。所以亲爱的天父，当阮人拄着困难、拄着问题的时阵，或者是拄着病痛的时阵，阮求你，互阮想起到上帝的话语，就是耶和华当伫这个洪水泛滥的时阵，耶和华坐伫王位的顶面，永远做王，永远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求上帝将即句话来藏牢伫阮的心中，叫阮拄着困难的时阵，才着祈祷，才着信心仰望主、依靠主，阮就有法通得胜。阮感谢你，阮安尼交托你，祈祷奉耶稣的名，阿门。